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有卖少的网红，拢会招伊的卖将，大家做伙来买这个运动鞋，家己才抽一寡利润。即马发生争议咯，有民众发现讲，寄来的鞋甲这个正品有落差，怀疑厂商卖假鞋。这个厂商一开始是讲，这是同业咧甲抹黑，佮承诺讲，为去年6月开始购买的鞋仔款，拢会当专业来退钱。但是想袂到过无几工就改喙咯，讲是要有条件来退钱，这是互消费者气噗噗，所以网红只好家己先出钱退互伊的卖将。真的是气炸了，因为他们信誓旦旦跟我说这是正品。愈讲愈生气，想袂到讲上网路买一双鞋仔尔，要甲贵8多岁。因为那时候外面是真的缺货，都是自己喜欢的网红嘛，我才就是跟就相信。原来是网红开团的，招这卖将做伙买鞋仔，才搁趁钱。不过即马煞发生争议，有民众收到了，感觉怪怪，甲实体店面买到的同款鞋仔做一个比较。毋那牌子的字较无版型，无同款，鞋子啊搁有色差，互消费者怀疑讲敢是买到假的。而且这开团的团主，真正拢是网红，也有 YouTuber 甲部落客，总共有200外个人，拢甲共一个厂商合作开团。所以我觉得鞋子没了，然后我花3000多块，拿回300多块，就是很像笨。一开始出货厂商，佫讲是同业抹黑，强调讲商品拢是真品平行输入。佫承诺讲，去年6月份起所买鞋仔，拢会使专业退费。想不到21暗时，厂商就将真正货品拢载出去。过两天，伊佫发出新的声明，退款有条件。如果说业者真的是确定卖假货的话，那可能除了民法之外，它还涉及公平交易法，还有商标法，还有刑事诈欺罪等等。面对这个争议，卖少网红只好家己开钱退钱，或者是卖将。即马检方已经开始调查，要确定这个鞋敢是正牌，这需要警方来鉴定。网红开团上无3000多个消费者有去买这个鞋啊，这大笔的赔偿问题，希望讲相关的单位赶紧调查清楚，好因一个交代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